大家覺得錢係愛嚟儲啊，定係愛嚟使嘅咧？嗬，好似新年逗咗利是之後咧，咁啊，梗係儲起佢啦，係咪嚇？咁但係如果你想買一樣嘢嘅時候，事前儲低嗰啲咧，就係有目的、有建設性㗎啦，係咪？正等於健康一樣咧，你唔會淨係愛嚟使噶嘛，係咪？咁幾時儲咧？咁樣你應該答係做運動嘅，係咪？冇錯啦，但係要避免運動變成勞動喎，而勞動造成勞損，係咪嚇？咁生活入邊好多動作嘅時候咧，同啲運動嘅動作咧係好相類似喎，咁點樣可以避免變成勞動同埋造成勞損咧？咁樣將佢變成訓練就得㗎啦嚇。咁有咩分別咧？咁樣嚇，正等係一個運動員嘅時候咧佢要攞去使即係佢要將佢嘅體能咪健康OK技能係咪提升咗，然後為咗嗰個比賽目的去攞去使咗嘅係咪？咁事前嗰啲咧佢做緊咩咧？冇錯啦，就係一啲訓練啦。訓練咧就係有目的嘅、設計好嘅、有建設性嘅、有正面結果嘅係咪嚇？正等於呢一個動作嘅時候咧，揸住啞鈴嘅時候向前舉高、前平舉嘅動作，你會話係訓練前膊頭嘅位置嘅係咪？但係原來手心向天花板嘅時候咧，係可以訓練到二頭肌。咁有咩分別咧？咁樣個做法咁樣。第一咧就係揸一個選擇一個適合嘅重量啞鈴啦。第二垂低手啦，係咪伸直啦手踭咧，第一就係微曲先第二保持呢個手踭關節一陣間提上嚟。第三將個手向前傾斜少少，減省咗冇後角度先第四咧一陣間提上嚟嘅時候咧，膊頭唔好伸得太前喎。如果唔係肩關節分離冇阻力咧，好容易會受傷嘅。OK 將個膊頭咧褪翻去後邊，將個轉軸咧褪咗去前邊啦。其實OK來回做就得㗎啦。OK 試俾你睇。呢個訓練動作咧係訓練到二頭肌嘅所以頭先講啲嘢嘅時候咧，將嗰個動作學識咗因為背後咧就係設計好有目的有正面結果嘅，咁佢就變成一個訓練㗎啦。